同大家分享我近日喺亞馬遜網購嘅多功能電壓力鍋。本來我想買呢一款靜音排氣技術嘅型號，但係因為咧喺網購過程裡面咧，亞馬遜搞錯咗，佢寄嚟另一款新少少嘅係2023至24嘅新嘅系列。片尾咧我哋會有詳細嘅介紹。而呢個電壓力鍋嘅面板咧係簡潔，容易操作。今條片同大家特別係分享咧點樣用呢個壓力鍋咧去製作優格，可以好簡單快捷嘅去製作你1週每日食用嘅優格，又經濟又好味。首先我哋預備基本嘅材料。第一步我哋咧係消毒載優格嘅玻璃瓶，用嘅方法好多，呢個電壓力鍋咧都可以有呢個功能㗎。跟住咧鮮奶咧，我用過2隻，我覺得北海道呢個係比較香。另外咧喺超市買呢個嘅優格咧，記住要有原味嘅活性優格菌種啊。我哋用返原本嘅載牛奶嘅瓶，打開之後咧，我哋滗1至2大湯匙嘅優格就可以啦。將佢攪勻，就直接倒入你已經消毒咗嘅玻璃瓶裏面啦。1公升嘅牛奶大約係可以載到大約6-7樽。跟住咧冚蓋，唔需要太實㗎，或者你用錫紙去鬆鬆咁蓋住都得，主要係防止到汗水。呢個不鏽鋼嘅籃咧，我主要都係跟翻呢一個鍋嘅大細同時購買嘅。咁呢個電壓力鍋咧係載大約1/3嘅水就夠啦，然後咧直接就將佢放喺入去，冚好蓋。跟住我哋按優格呢個掣，調節溫度。溫度嘅咧係有低、中、高。高咧主要愛嚟咧係消毒啲牛奶嘅。如果你牛奶咧個冇標誌住 UHT 呢個高溫處理過咧，咁你就要用呢個嘅溫度咧去消毒你啲鮮奶啦。如果唔需要嘅時候咧，你就咧係撳到去 middle 度咧，大約嘅溫度咧係40度左右。牛奶咧係恆溫嘅喺呢個嘅度數裡面咧係有8個鐘頭發酵。8個鐘頭之後，你睇下，成功啦！然後咧，將瓶蓋咧係冚好，放涼，擺喺雪櫃裏邊過夜。第二日就有美味奶香嘅優格做早餐啦。我喺香港 TV Mall 嘅網站咧見到呢一隻嘅活性嘅益生菌粉，佢聲稱咧係有大學進行咧係獨立嘅測試嘅。活性嘅益生菌咧係能夠到達到腸道添，佢菌嘅種類都唔少㗎。但係咧佢都幾貴嘅，一包40蚊。但係發現原來可以續種嘅時候，續種5次，咁樣咧你就每次咧只要8蚊。做咧就好似之前一樣，將呢個嘅益生菌粉咧係溶喺呢個嘅牛奶裏面。往後嘅程序跟之前嘅個係一樣嘅。咁我食咗係個幾星期咧，都發覺早上嘅大便咧係順暢同埋自然咗好多。當完成咗8個鐘頭發酵之後，放入雪櫃之前咧，就要預留3至4湯匙咧係愛嚟續種啦。有興趣值得一試啊！你睇呢個第2次嘅成品，呢個7合1多功能嘅電子壓力鍋咧，係為現代空間細小又無火煮食嘅家庭一個嘅唔錯嘅選擇嚟㗎。2023年呢個新嘅系列咧，取代咗之前舊嘅系列，外形係更加修長，佔嘅空間係更加少。嘅控制板咧都比較簡潔，用圖案係表示。而且佢咧係仲有4個嘅自定嘅功能喎，溫度同埋時間咧都可以按需要而調節嘅，操作係非常之容易嘅。睇下佢嘅開關咧係更加簡潔，跟住個箭嘴可以開同埋鎖住，同埋佢咧個內膽咧係有一個防線嘅功能嘅。當你炒煮嘅時候咧，就唔會咧係隨住你炒嘅動作咧而轉動嗰個內鍋嘅。
後面有一個咧係收集多餘水蒸氣嘅兜，泄氣嘅開關咧同嗰個噴氣嘅嘴咧係分開咗，更加安全同埋容易操作。你咧係關啲蓋嘅時候咧，個排氣孔咧係自動咧係關閉嘅。